呢一關應該點樣快速通過？最終集靈魂暗夜完結。而家畫面上有4張牌，揀一張覺得你最合眼緣嘅，喺分組入邊一齊分析下你哋而家面對嘅所有難題背後真正嘅用意係希望你能夠學識咩？應該點樣去調整自己？跨過呢一關之後，能夠有啲咩得着？第一組，你哋好容易心軟，無底線嘅付出，善良俾人哋濫用，仲會令到其他人妒忌、造謠、抹黑你哋。身邊嘅人淨係好單向咁吸取你哋嘅能量，一啲舊有嘅關係、事情反覆同你哋拉扯，你哋好想斷開，但係就不停留戀住過往，產生自我懷疑，導致自己一直困喺谷底，內耗走唔出嚟，仲要再加上經常面對他人嘅打壓、針對，唔識得點樣好好咁保護自己。你哋係正處於準備進入新階段前最後階段嘅大測試。過往你哋因為無保留嘅付出，不停嘅包容，導致人際關係長期失衡，不停嘅消耗，積累成好多嘅傷痛。上天刻意安排一堆好消耗你嘅人際關係、委屈嘅事件，唔係真係想折磨你，係因為你一直都未分得清善良同埋無底線嘅妥協。你哋長期優先顧及他人嘅感受，唔識得拒絕，久而久之，身邊吸引埋嚟嘅都係一啲淨係識得利用你哋好心嘅人。你哋每次都唔識得拒絕，淨係自己硬啃，唔敢劃清界線，令你哋自己處於長期嘅情緒內耗，一連串嘅失望、受傷嘅經歷，係希望你能夠快啲醒覺。不設防嘅好心唔係善良，只係會變成其他人傷害你嘅缺口。踏入下半年，未來4至6個月，關鍵喺10月份左右，宇宙會安排一場好強大關鍵嘅挑戰，就好似黑暗中嘅一把火炬，同時帶住光明同埋正義嘅力量，幫你完成舊模式嘅切割。呢次嘅挑戰會俾你一次好清晰、沉重嘅體悟，令你明白到唔係每個人都配得上你毫無保留嘅善良。幫人助人一定要設立清晰嘅界線。你哋一直以嚟嘅委屈、善良一次一次被利用，宇宙一直都有見證住。好心痛你哋，好想主動出手幫你哋清理所有不匹配、淨係識得榨取你能量嘅人事物。所以呢一場嘅挑戰就如同遞上一把最能夠保護到你嘅武器，鼓勵你勇敢斬斷所有拖累自己嘅牽絆。想你學識明白到，第一，善良唔係無條件嘅奉獻，好心要分人，唔係所有人都值得你去遷就。第二，斷離一啲消耗，唔係薄情，只係對自己仁慈，唔需要為咗顧及人哋嘅感受或者眼光而委屈自己。第三，人哋帶俾你嘅惡意，你哋以前吃過嘅虧，全部都唔會白受，只會轉化成推動你成長嘅福報同埋力量。第四，真正嘅圓滑同埋成熟，係要識得為自己設立保護嘅底線，唔係隨便俾其他人入侵你嘅生活同埋內心。同時要注意，當你哋變得更加好、更加成功有成就嘅時候，往往有一啲舊嘅人際關係，好想重新同你哋連結，分一杯羹。有2個核心嘅心法能夠幫助你哋。第一個心法，同對方傾付出、傾成本、利益分配嘅時候，觀察下對方係咪願意接受平等互換嘅規則。甚或者你提出，如果你付出4成，收穫6成，對方付出6成，收穫4成嘅時候，對方又會點樣去同你傾，會點樣嘅反應？呢個亦都係一個能夠幫助你去判斷對方係咪真心定還是利用你嘅標準。有時真心對你嘅人未必會講出好聽嘅說話氹你，反而係嗰啲會直白指出你不足，雖然忠言逆耳，但係呢類人先至會幫助你真正成長。嗰啲只係一味奉承、唔肯付出嘅人，大多都係另有所圖。第二個心法，學識轉化惡意為自我升級嘅動力。無論喺職場定還是係生活上，喺呢個社會其實都係充滿住惡意。有人際嘅地方就會有惡意嘅存在，惡意同埋打壓永遠都冇辦法避免。我哋唔能夠每一次都逃避，沉溺自己喺委屈嘅情緒入邊，所以我哋更加要學識點樣利用呢啲惡意嚟幫助自己升級。我哋首先一齊理解下，其實所有嘅針對、攻擊、造謠，正正就係對方最妒忌、最畏懼你嘅長處。佢哋打壓你，就係因為驚你嘅能力會超越取代佢哋，所以佢哋講出嚟指責你哋嘅說話，就會係對準你哋最有可能成功嘅條件或者你嘅能力。
對方不停針對住踩你嘅地方，正正就係你更加需要好好發展嘅方向。所以下一次當你再面對被打壓、被針對嘅時候，對方講出嘅一啲指責嘅說話，你先停一停，諗清楚對方講嘅係咪真係自己嘅弱點，自己需要改進嘅地方。如果係嘅話，我哋更加應該感謝對方幫你直接指明你需要進修嘅方向，然之後你就好好喺呢一方面打磨改善。如果只係一啲無謂，純粹就係想你喺其他人面前令你難堪，你更加最需要做到嘅就係保持穩定，好淡然咁樣去回覆，多謝佢哋嘅建議或者指正。因為當你已經理解呢個邏輯，明白到你睇清楚呢一切之後，你就會更加明白到對方呢一切嘅行為只係想打壓。你越穩定，對方就會越慌。所謂嘅放下執念，唔係要你哋強迫自己原諒一啲傷害過你哋嘅人，而係明白到唔好將時間同埋情緒浪費喺啲無謂嘅事身上，學識利用呢啲惡意去幫助自己變得更加好，幫助自己升級。當你哋成功斬斷所有嘅消耗，學識建立善良底線之後，會正式進入一個穩定向上推升嘅成長階段，人際關係會迎來升級。無論係夥伴、合作關係定還是另一半，都會變得溫暖包容，身邊全部都係一啲平等互換、真心相對嘅關係。過往你哋吃過嘅所有虧，承受嘅所有抹黑同埋委屈，全部會轉化成幫助你去認清邊啲人係真正值得你繼續同佢哋交往，唔會再被情緒牽引住，內心變得更加穩定淡然，擁有向前衝破一切阻礙嘅動力。能夠更專注深耕自身，收穫屬於自己嘅認同同埋豐盛嘅人生。希望你哋學識唔好再用無底線嘅善良去消耗自己，斬斷所有拖累你嘅負荷，眼前嘅迷霧就會慢慢消散，屬於你哋嘅平衡同埋豐盛就即將會到來。希望你哋能夠善用今日嘅呢份指南，好好運用，保護自己。第二組，如果你哋無論係感情定係人際關係，習慣掏心掏肺咁去付出真誠熱情，長期單向付出，但係未被珍惜守護，習慣事事顧及他人，生活過得好似如履薄冰咁，太謙卑太謙遜，收埋自身嘅光芒，就係因為你哋有時太心急，執着住一個答案一個結果，過往導致你失去過一啲好重要嘅關係，每一次嘅心痛受傷都係獨自一個拼湊翻自己，扶翻自己起身。呢一組嘅你哋目前發生過或者發生緊呢啲挑戰，一次重大嘅挫敗打擊，呢啲磨難唔係想真正擊冧你，而係特登安排嘅成長課題，希望教識你兩個能夠幫助你支撐之後繼續成長嘅核心能力。以往遇上矛盾爭執，你總係急於要一個即時嘅答案，執着住糾結過往嘅決定，有時一啲關係嘅分離，其實從來都唔係任何一方嘅過錯，只係雙方喺成長節奏上節奏唔同，各自都有需要面對嘅課題。例如，大家一齊學習一個新嘅技能，當你已經升班，準備修煉更高階段，進入下一個深入啲嘅課程入邊嘅時候，可能對方先至啱啱開始學，啱啱上手，仲喺入門階段，所以雙方步伐唔同，導致造成隔膜。以後有兩個幫你能夠穩定心態，想你明白學識嘅心法，學識先面對事情，再處理情緒。當下次遇到事情、問題、困難嘅時候，唔好急住作出回應，唔好急住辯解，強迫自己停低，問自己幾個問題。目前呢個事情係咪我馬上即刻就必須要處理？如果我將佢先放低，暫時擱置1個星期、2個星期，事情會唔會有新嘅轉機？對方如果係針對、係打壓，佢哋講出嚟嘅說話係因為受到情緒嘅影響，定還是佢哋講緊一啲客觀真實嘅評價？如果係一啲淨係發洩情緒嘅說話，我係咪一定要全數承接佢嘅負面情緒？所以面對困難嘅時候，唔好急住揾藉口幫自己辯解，學識勇敢直面問題，承擔結果。好多時我哋當下急住反應，幫自己辯解，係因為我哋好驚，唔知自己會面臨啲乜嘢，亦都好驚人哋唔理解明白自己。但係其實我哋回望翻我哋細細個，當我哋經歷一啲當時覺得好絕望、好尷尬嘅事情嘅時候，我哋而家睇翻，只會覺得不值一提，甚至乎係得啖笑。他人受情緒激動講出嚟攻擊你嘅說話，佢哋本身就係帶有
情緒，從來都唔代表佢哋係講緊描述緊真正嘅你。絕大部分我哋覺得冇辦法承受嘅一啲結果，其實大部分我哋都有能力面對，有能力承受。所以當人哋帶有情緒講出嚟嘅說話攻擊你嘅時候，你唔接住佢哋呢啲負面情緒，咁呢份情緒就永遠都傷害唔到你。學識容許自己慢一點，頓一點，唔需要每樣嘢每件事情即刻作出反應。第二，你最珍貴嘅力量，其實就係嚟自無數次嘅心碎崩潰之後，你可以親手將碎落一地嘅自己，好似砌 puzzle 咁，一塊一塊重新砌翻好。由最初嘅幾十塊輕微創傷，去到後邊上千塊、上萬塊嘅巨大打擊，你修復自己內心嘅速度、格局更加成熟。可能換做其他人，停留喺幾百塊嘅時候就已經好崩潰，但係你哋能夠喺血淚之中摸索出專屬你哋嘅內心感悟體系，打造出一個獨一無二嘅治癒系統。嚟緊，當你哋完成呢個重大挑戰困難嘅時候，你哋會發覺自己又迎來一次新嘅升級。呢一次嘅升級會幫助你將共情進化成同理。共情係你身同感受，你知道對方做呢啲事情或者傷害自己嘅原因，共情佢哋都承受緊嘅痛，好似你都親身經歷咁，陪佢一齊痛、一齊難受、一齊有情緒。而同理係一個換位思考，你清晰知道同埋理解對方嘅處境同埋感受，同時保持清晰同埋理智。你理解，但係唔會因為咁而陪伴佢一齊難過。呢一種嘅變化令你認知、理解對方行為背後嘅處境，亦都因為理解令你看得更通透，更容易釋懷。有啲事情困難對其他人嚟講可能就如同一杯毒酒咁，但係嚟到你哋身上，你會覺得變成咗一個又一個嘅獎杯，反而幫你哋慢慢升級。你哋唔單止冇因為被傷害而變得那麼刻薄，仍然守住善良同埋謙遜。當你哋完成呢一次升級之後，你哋仲可以利用你哋呢個獨有嘅感悟系統、理論體系，幫助同埋分享，正面咁引導其他人，成為其他人黑暗中嘅一點星光、一點希望。因為你哋親身經歷感受過，所以更加容易去同理到人哋嘅處境，更清楚點樣可以用一個更小心而且保持敏感、正確嘅方式去鼓舞其他人，照亮自己，同時照亮他人，收穫到好多正面反應，收穫自信，受人尊重。快嘅話，下個月8月份嘅時候，呢一組有部分人，當你完成挑戰嘅同時，你哋會見到喺人際關係、感情關係上出現新嘅轉機、新嘅開始。過往你哋可能耿耿於懷，有份委屈，覺得點解自己真心永遠都唔被珍惜、唔被保護，但其實你所有緣分、感情由一開始都係被祝福、被認可。過往嘅分離、磨難，只係一個安排雙方各自獨自成長。希望大家能夠先學識以正確嘅方式相處，學懂點樣去珍惜彼此，咁先至能夠幫助你哋更穩定、更長遠嘅連結。新嘅一章即將準備展開，你哋內心會達成圓滿豐盛，唔再需要靠他人嘅認同證明自己，自在咁去散發光芒。你一路承受嘅所有磨難，曾經妒忌你、質疑、針對、傷害過你嘅人，會開始慢慢睇清楚，佢哋以往對你嘅惡意係完全毫無道理。睇明白你嘅柔軟同埋堅強，要記住你每一次心碎拼湊自我嘅過程，都係升級嘅契機。先好好修好自己，先有能力照亮其他人。第三組，揀選呢一組嘅你哋，如果有收聽我上一集關於解鎖人生劇本，部分嘅人應該選擇咗第一組死神組。如果有興趣嘅話都可以聽返呢一集，可以參考入邊嘅內容。你哋一直喺度處理重大難關，而呢個難關亦都接近尾聲階段，即將完成。可能喺未來大概4至5個月就能夠收成收穫。但係明明越接近勝利，你就越係感覺有一份空虛、失落同埋孤獨感。你哋本身就擁有一份洞察嘅智慧，能夠看透事物嘅本質，只係唔敢將呢一個智慧用返喺自己身上。你哋其實內心一早已經看透自己呢份莫名孤單嘅成因，但係就唔願意直視面對內心一啲被忽略嘅感性。就喺上半年，甚至乎係啱啱過去嘅呢1-2個月，宇宙就安排咗一件重擊你，導致你近乎崩潰嘅事件。呢一場重擊唔係為咗要摧毀你，而係希望能夠幫助你置之死地而後生，幫助你打破舊有不斷自我消耗嘅理性思維枷鎖。
過往嘅你哋習慣權衡利弊，習慣分析，習慣獨自面對、獨自解決，背負起所有負擔，覺得冇人幫到你哋，亦都唔需要人哋幫你，所以習慣用理性去包裝自己。每件事情、每段關係、每個項目、每個問題，你哋都習慣先不停分析、不停思考。本身呢一個係一種成熟嘅能力同埋思維模式，能夠幫助到你哋保護自己。但係物極必反，當你過度依賴、過度利用呢種模式，所以導致過往嘅你哋面對人際關係嘅矛盾同埋感情嘅矛盾，習慣逃避、情緒拉扯，主動推開其他人，淨係想專注衝刺你嘅目標。過度理性嘅包裝，導致你哋長期陷入挑戰同埋內耗。所以宇宙安排嘅呢一次重擊係有兩個好主要嘅用意。第一，希望你哋明白，好多時候唔係每一次嘅失去都有重新嚟過嘅機會，而即使擁有機會，呢個機會都唔會一直停留。有時候錯過咗就可能真係錯過咗。所以呢一次嘅沉重打擊係希望你哋能夠盡快作出改變，希望你哋有勇氣踏出呢一步。而家呢一次狠狠嘅衝擊，係因為唔想一路默默捱苦，獨自承擔所有壓力嘅你哋，繼續俾過度理性去困住自己，最終錯過失去你哋內心真正重視、珍重、在意嘅人事物。希望藉住呢一個低谷敲醒你哋，即刻採取行動，趁住目前尚有彎轉，能夠好好把握機會，學識正視自己真實嘅內心，同埋一直俾自己壓抑住好耐嘅情緒感受，好好去珍惜身邊值得你在乎嘅一切，停止用理性做藉口，正視自己嘅情緒同埋孤獨。你哋過往嘅分析權衡能力雖然係一種保護自己嘅天賦，但係就唔應該用佢嚟作為你逃避內心真實感受嘅藉口。空虛、孤獨、心痛唔係軟弱，而係你嘅內心喺度提醒緊你，你長期忽略咗自己嘅感性需求。你哋不停嘅權衡，就好似不停望住左手，望住右手去糾結、去思考，可能兩件事對你嚟講都好重要，但係偏偏你就要逼住自己喺兩者之間作出選擇。所以每當你作出一個選擇嘅時候，就等同於刺傷自己一下。你看似收穫咗1分，但係同樣都刺傷自己1分。即使去到4分、5分、6分，仍然唔諗住去改變，即係你哋喺收穫5分嘅時候，同樣又傷害自己5分。甚至乎，就算去到已經接近9分，你哋都仲會覺得只要我哋仲頂到，仲有一口氣就冇問題，唔希望作出任何嘅改變住，反而仲可能令你哋變得更停滯、更逃避。你哋過往嘅進度有啲緩慢，一直維持住大概40%、50%、60% 嘅進度條，個過程太慢、太煎熬、太傷己傷人，所以呢一次嘅重擊就類似壓死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咁，又好似等同10把劍咁，1把劍、2把劍好輕微，4、5、6把劍仍然無事，9把劍嘅時候仲好似爭咁啲嘢，咁就直接一次過第10把劍俾你感受下，希望你體會一下極致嘅心痛、極致嘅失去感，係為咗令你哋明白，重新去思考過往嘅人際關係，某啲感情、某啲感性方面一直俾自己強制壓抑嘅情緒，對於你哋自己嚟講到底係乜嘢？希望你哋明白，你哋過往就係太過於理性、理智，導致你哋忽略咗自己嘅感受，已經有啲接近傷害自己。你哋需要一個全新嘅思維同埋處理嘅模式。宇宙安排呢一次更新嘅新嘅模式，係因為一路以嚟佢哋都見證住你哋每一次嘅心痛，每一次嘅獨自承受，一直忽略自己嘅需求，壓抑自己嘅感性，忽略自己嘅情緒，唔容許亦都唔願意向他人求助，展露自己嘅軟弱。唔好習慣當人哋遞出雙手嘅時候，就首先推開人哋嘅善意。志同道合嘅夥伴、信任得過嘅同事、你哋嘅另一半，全部都係可以同你一齊共同分擔難關，一齊面對困難。本身你哋因為獲得5分就承受咗5分痛，但係如果容許別人幫助你，容許有一個同行嘅夥伴，有另一半陪伴你一齊去面對，一齊互相付出5分，夾埋更值得慶祝，更豐盛。學識有時候並存，反而係更加對事件有利。重新平衡理智同埋柔軟。當你願意作出調整、突破之後，你會擁有更清晰嘅遠見，更容易睇清楚未來發展嘅路線，手握翻自己人生嘅選擇權，收穫屬於自己嘅豐厚果實，內在財富同埋智者嘅格局，擺脫孤獨內耗。有人願意同你哋一齊
齊分擔風雨，共享成果，人生運勢會全面向上，正式踏入順水，被豐盛包圍嘅全新人生新篇章。第四組，你哋目前可能陷入一個進退兩難嘅停滯期，想努力向前，但係總係突如其來遇上各種阻礙同埋挫折，習慣所有難關獨自解決，身邊冇真正可以一齊分擔兜底嘅夥伴，長期需要獨自承擔所有責任，但係往往越撐越泄氣失望，內心其實渴望有人能夠接住自己，陪伴自己，但係又唔敢求助，唔敢示弱，亦唔知下一步應該點樣行。揀呢組嘅你哋而家可能感覺停滯，覺得前路被重重嘅阻礙阻住咗，唔係因為你唔夠努力，唔想向前，真正困住你哋嘅枷鎖，從來都唔係外界嘅難題，而係因為你哋背負住、承擔住太多唔屬於你哋自己嘅責任。就好似你左手右手、左腳右腳，全部都各自揸住踩住一嚿大石咁，每嚿石都咁重，雙手雙腳嘅負擔都俾人綁死，根本就騰唔出空間專注咁去做好一件事。因為你哋習慣將唔屬於自己嘅課題、唔屬於自己嘅責任全部攬上身，但係又唔敢將呢啲嘅壓力分出去，唔敢向人求助，亦都唔敢要求人哋幫助自己。所以目前呢個停滯期係有兩個最主要嘅核心課題想帶俾你哋。第一，學識放手，特別係放開一啲唔屬於你自己嘅責任。就好似我哋啱啱提到四肢都攬住一個責任嘅時候，希望你哋唔係放開淨係一樣，係希望你哋放開三樣，淨係選擇一樣去專注，將所有嘅心力放返喺自己身上，揀選一個你真正想行嘅路，想完成嘅事，其餘多餘嘅重擔就要通通釋放。放手唔係逃避，係對自己嘅祝福，令你終於可以騰出雙手，心力專注心間唯一嘅重點。第二就係希望你哋明白，萬事起頭難，所以要相信自己，同埋學識堅持。特別喺當你未見到有任何回響嘅時候，仍然要知道點樣去堅持。以下有兩個心法能夠幫助大家。第一，學識捨棄一定要外界有回響有反應先係證明到自己嘅呢個概念。當你喺沉寂期停滯期嘅時候，當你喺度發展緊一個事業，做緊一個事情一個項目嘅時候，你冇收到任何掌聲，冇回報，冇認同，冇反應嘅時候，你會開始產生自我懷疑動搖。但往往呢個時期就係最考驗人，同時係人與人之間拉開差距嘅一個時期。真正能夠成功，能夠走到最後嘅人，都係喺呢段黑暗嘅時期能夠堅持落去嘅人。呢個世界上本身就冇完美嘅事情，有時越急只會導致越慢，越想要得到就越要你學識先付出。所以同自己講，只要你自己知道，你自己認同你做緊嘅呢件事，呢個目標係正確嘅，係你自己想要嘅，咁就繼續努力堅持，唔好執着住結果嘅好壞，只要完成呢件事情就可以啦。當你唔再執着住結果，成功穿越風浪之後，回望之後發現你嘅得着雖然有時唔係你本身所期望嘅，但係你發現你學識嘅，你獲得嘅更加珍貴，而呢啲就係上天送俾你哋最珍貴最實用嘅禮物。第二，多年長期獨自承擔一切，長期一個人獨自思考同埋面對風險，無形間製造咗你思維上嘅阻礙。因為長期獨自思考，只係不停鞏固你喺某件事情或者睇法角度上固有嘅思維，因為冇人同你提出過相反或者互補客觀嘅建議分析，冇人幫助你睇清自己本身喺判斷上或者思維上嘅盲點，所以每當有突發挫折來臨嘅時候，你一直以嚟嘅解決方式只係不停令到呢件事情重複又重複，不停慢慢積累成好多次嘅失望同埋疲憊，導致你困住喺原地。有時要知道，真正嘅志同道合，無論係商業夥伴定係感情上嘅另一半都好，雙方嘅合作從來都唔係純粹個體多咗個人咁簡單咁表面，而係能夠雙方共同一齊承擔風險，互相為對方兜底。當有同伴同你一齊去面對所有困難挑戰同埋承擔所有風險嘅時候，可能你會見到更加多你從來都冇考慮過嘅方向。可能對方提出嘅一個小建議，正正就能夠捕捉到你喺考慮事情上嘅一啲缺口。唔係要比較雙方之間邊個較強，邊個較弱，只係大家成長嘅環境唔同，經歷唔同，所以看待事物嘅角度會有差異。當兩個人一齊面對嘅時候，就能夠多角度咁去考慮事情，能夠更有效咁去減少同埋避免因為主觀或者單一角度
而有機會面臨嘅風險同埋失誤。學識適當嘅示弱，適當嘅求助，適當嘅依靠對方，唔係代表你軟弱，你冇能力，而係希望你哋明白，即使大人都可以展露軟弱，可以話攰，可以話唔識，可以話唔開心，可以展露脆弱。平衡好獨立同埋喺適當時候嘅求助，當有需要嘅時候依靠他人，反而係聰明智慧嘅做法，能夠將一件事情真正分配，各自承擔自己能夠負擔嘅部分，同時更有效率咁去完成事情，完成目標，唔需要獨自面對同埋承擔一切。問自己，我係真係唔需要人哋陪伴，唔需要人哋幫助，定係其實我極度渴望有人陪伴，有人能夠接住自己，所以適當嘅示弱就係能夠幫助你打開心房，唔係人哋唔願意幫助自己，而係你哋冇真正俾個機會人哋去幫助你。當你學識取捨，願意開放自己，適當求助之後，成個人嘅磁場就會慢慢發生改變。穿越風浪之後，你就會發覺你唔再執着結果，確認自己本來就係好豐盛，唔再需要他人證明自己嘅價值。而當你能夠好專注咁去發展自己目標嘅時候，亦會慢慢吸引住一班志同道合、想法一致、能夠同你一齊面對、一齊參與嘅合作夥伴、成員或者另一半。大事小事都有人同你一齊商量、一齊面對，唔需要再獨自一個面對所有突發嘅難關同埋挑戰。有團隊同你一齊陪伴住你，你嘅孤獨感、你嘅洩氣感會慢慢消失。學識放低唔屬於自己嘅重擔，平衡獨立同埋柔軟之間。希望你可以慢慢度過呢個沉寂嘅黑暗期，吸引好多同頻嘅人陪伴你一齊迎接新嘅篇章。睇完4組嘅指引同埋分析指南之後，希望大家明白到靈魂黑夜嘅所有挫折、停滯、心痛，從來都唔係為咗要去打敗你，而係想令你變得更通透、更識得愛自己。唔好驚，唔好擔心你哋目前眼前面對嘅黑暗同埋挑戰難關。每一個考驗都係為咗幫助你能夠變成更加好嘅自己。當你每一次捱過一個關卡，你都會收穫一啲從未擁有過嘅內在力量。1連7集嘅呢一關應該點樣快速通過正式完結？呢一整個系列同大家一齊拆解咗喺靈魂黑夜沉寂期大家會遇到嘅困境。希望你哋明白到所有嘅難關、挫折、孤獨，每一個低谷都係希望教你去成長，學識去劃清界線，愛自己，傾聽內心，學識取捨，放下唔屬於自己嘅重擔同埋內耗。捱過呢個黑夜之後，所有嘅堅持都會換嚟豐盛嘅回報。